各位觀眾，今日大家講下，原來願望咧係有限嘅。呢個吸引力法則咧就係話教我哋去 visualize 觀察，腦裡面幻想一啲嘢，相信或者用肯定語句就會顯化到一啲嘢啦。其實知唔知道大家原來顯化每一樣嘢咧係需要能量嘅？好似打機咁有條能量鏈，一旦咧佢啲能量跌到咁上下咧，係會好大鑊嘅。咁就同佛教啊、道教講嗰啲做啲功德、做嗰啲嘅修為係同一樣嘢嚟㗎。咁所以都解釋到好多時候點解啲靈性嘅大師咧教人去點樣顯化嘅時候咧，講到好複雜好複雜，但係永遠都其實冇一個好定論嘅概括嘅解釋。點解顯化唔到？有啲人顯化到，有啲人顯化唔到咧，就係所講嘅福報啦、因果嘅問題啦。即係東西方咧已經喺呢度咧，其實就係互相補足到大家。咁所以你唔好睇一啲人咧，佢咧就想過平庸嘅生活算數啦，唔想有夢想啦，就等於蝕底咗。其實唔係嘅喎，佢哋係慳咗啲能量，將啲能量咧就放喺生存嗰度，總之生存到舒舒服服就得啦。所以有陣時我都喺顯化咗一啲大事嘅時候咧，中間都發覺自己嘅生活係比唔上呢啲人嘅，因為啲人咧，佢係將佢哋嘅能量集中喺揾女朋友啊、結婚啊、做一份工安安穩穩咁過一世啊，咁真係俾佢做到嘅喎。咁但係呢啲係研究點樣去慳能量，係慳錢咁樣啦。但係其實開源節流先係最重要嘅，大家點先可以開源呢？所以古人誠不欺我。有陣時我以前香港咧，我細個我屋企人咧係賣金銀衣紙、賣紙紮、賣香嘅。我阿爺嗰代，咁原來嗰代人咧講嘅嘢都唔係錯嘅喎。喺香港咧就好興紙紮，我哋可以遲啲講下點解香港特別多呢個紙紮。唔通全世界佢哋唔識？有冇理由我哋識佢唔識？如果係有用嘅，點解佢哋唔用咧啲南美洲、北美洲嗰啲巫師點解又唔做啲紙紮去燒咧？佢哋做嗰啲人祭啊，做嗰啲其他嘢。但係點解唯獨係香港可以會做紙紮嘅？呢啲都另有燒衣紙燒衣俾啲遊魂野鬼啲。上一集再之前嗰集我已經講過啦，香港嘅鬼特別猛嘅，因為呢度香港啲能量係強好多嘅。我喺加拿大而家，加拿大就散氣嘅，所以啲人咧好似比較慢啲，冇香港咁噓聲，因為香港好容易就會能量爆煲啊。各有各嘅情況咯。咁所以咧，啲識嘢嘅人咧，佢會識得點樣去即係做嗰啲咩燒衣紙啊。我唔提倡啦，因為唔識嘅話咧，就唔好做依樣嘢住先啦。你可以透過做好事啦，透過幫人啦，透過帶俾其他人歡樂啦，又或者透過你嘅工作服務大眾嚟到賺取呢啲福報嘅，咁你嘅顯化能力咧就會變強噶啦。所以其實好簡單，就係冇可能無本生利嘅原來，所以先至解釋到點解無論啲人幾咁順只要眯埋眼行出街就會撞到貴人，只要夠相信、夠肯定語句，呢樣嘢就會出現噶啦。就算真係俾你咧顯化到一啲嘢咧，之後你會攰，好攰，其他嘢咧即刻唔靈。我就係咁寫咗一樣嘢肯定語句之後咧，就冇能量顯化到咁多其他嘢。我其實人生之中咧顯化過一啲大事嘅，久唔久？但我真係睇到
係真係有個能量 bar 嘅存在，一條桶咁樣會 drop 嘅。原來睇過去嗰44年咧，真係開頭一開波咧就好有衝勁，哇！好接近嘅一啲神奇學靈魂出竅啊，學清醒夢啊，學穿越去平衡世界啊，都好快就會見效嘅。但係咧，好快啲就冇晒㗎啦！呢啲嘢就係譬如賭場贏錢，或者第二日見到一個人嘅衣着，我要求係全身都紅卜卜嘅，即刻真係第二日見到啊！第二日會見到一沓錢，我從來冇試過需要一沓錢喺手上，冇咁嘅機會。現代人都用 credit card，用銀行啊嘛，使乜一沓錢咧？嗰個咁老土咧？但係第二日唔係同一日嗰一日即刻有沓錢喺手上出現咗。你話呢啲咪量子力學嘅觀察者效應咧？後來我從某啲渠道得知一啲嘢，即係呢個能量論咧，有限嘅論咧，終於解釋到點解唔係次次都可以顯化到咧？點解我由細到大顯化咗啲好嘢之後咧，即刻就乾塘之餘咧，仲會中門大開啊，俾好多啲壞人啊〜衰衰格格嗰啲人咧嚟到騷擾我啊，無抵抗之力，即係啲衰運啊，啲衰人會揾上門咧，尤其是細路仔啊！我細個嗰陣時，我記得我係有種嘅信念，覺得自己任何問題、大病大意外都唔會發生我身上嘅，就有咁嘅信心。可能我就係將我嘅能量用晒喺保平安嗰度，但係咧一啲小人啊，一啲麻麻煩煩嘅學校嘅嘢啊、社交啊、屋企啊，就完全無抵抗之力，因為我啲能量已經用晒去健康成長、變高嗰度、變靚仔嗰度啊，仲有好多其他嘢，你用咗之後咧就攰成年啊。咁所以咧學到呢個能量理論之後咧，我就明白原來所謂啲人要賺福報積陰德咧係 make sense 嘅，不過點樣賺咧好難嘅。你捐錢咧，啲慈善機構大部分可能都落咗袋。放生咧，你唔放生，你唔買啲魚蝦出嚟放生，啲人點會繼續再捉多次？即係你嗰頭買咗佢放生，可能你放咗落鹹水海死晒。啲海域唔同死晒啊，唔適應，又或者因為你要放生咁嘅需求，所以佢捉多啲嚟俾你哋啲人放生，咁變咗又係好難，要做好事好難。但係如果你譬如話我以前做基督徒咧，佢哋教咧就係為人祈禱，呢個又係一個陷阱嚟喎。原來為人祈禱你係浪費緊你嘅願力，浪費緊你嘅顯化嘅力量，嗰嚿電。去幫嗰個教會祈禱，等多啲人參加教會信耶穌。你係用緊你嘅信仰嘅供奉嘅力量啊，嚟去支撐緊成間教會啊，明唔明啊？所以有機會我再同大家講乜嘢係正確嘅儲能量、賺大筆嘅能量嘅方法。呢個我隱世高人嗰度咧學翻嚟嘅。包保咧，你學咗之後咧，要穿越平衡宇宙啦，顯化一啲好不可思議嘅嘢咧，都掂。basically 咧，即係講緊好似啲佛祖 level 嘅，其實有教嘅佛家，佢教你佛法無邊啦，功德無量啦，神通啦，其實咪講緊嗰樣嘢咯。你功德無量，即係冇，基本上好巨大一個功德能量啦，俾你隨便去用嚟支撐你嘅神通。呢個神通要能量嘅，知唔知啊？用嚟支持你嘅佛法無邊，要變啲嘢出嚟，話你變嚿嘢食出嚟，俾個乞衣咁樣啊。譬如有個佛要或者耶穌要5餅2魚啊，俾嗰啲信徒聽道嗰陣時食，顯神蹟喺水上面行走。呢啲咪要用能量咯？佢啲能量邊度嚟啊？
招納信徒啦，啲信徒向佢貢獻咗佢哋嘅念力願力做得好事多啦多啲同人講宇宙嘅真理啦，嚟到去積累呢啲陰德啦，咁可以轉化為神通嘅能量啦，係咪好 make sense 咧？講完之後，好啦，10分鐘就咁多啦，今日講住啲乾貨。